郑峰啊，上次所有相关的人，我拿所有杀人的证据，并把他交给你，我要寻求保护。这个谁不啊？你就是那个小帮手。我这个队长啊。 为什么特意让3年回来跟他重逢？呢個問題問得好啦，佢哋兩個都係聰明嘅，我梗係俾佢哋互懟啦。你個無恥混蛋！你已經是死路一條了。所有嘢都係我後邊安排，早就知佢係個差佬啦，我炒到佢細佬，佢同我講。 知道一個好朋友，但係我已經唔想佢。知道係我哋，所以我早就知佢係驗啦。我話我做，如果佢真係差佬，又肯幫我做嘢，咁呢個世界咪我咯。不是所有事情都如你所願，他一直在找機會抓你。我你拉人啦！做咩做咩？怎麼無聊啊？你睇啦，睇啦！ 警察同志，我被他打了，头好晕啊！哇，傷成咁，帶到醫院傷。我你唔使理啦，佢哋咧都俾我拉晒啦，我爭你一個啫嘛。長報告，我而家有足夠證據證明你係黑社會成員，涉嫌同多宗案件有關，麻煩你跟我翻返去接受調查。我都估撚到爆晒資料俾你哋，我預咗俾你哋拉㗎。 但係點都估唔到，會俾人咁玩咧，係我今日玩嘅。呢條靚屋企好似出咗啲事。 如果有一天我发现是你的问题，我就让你全家死光。你只上面20个问题，看你们身上。